美麗嘅城市，香港一直以來都係我哋嘅屋企，但係點樣確保我哋嘅安全呢？香港國安法係為咗維護我哋國家嘅安全，係為咗守護我哋嘅家園，確保我哋嘅生活唔受到威脅。條法律我哋就可以安心上學，同朋友仔一齊玩，可以享受校園嘅每一刻。喺呢個安定嘅社會中，我可以自由發揮創意，創作新嘅產品。呢個係我對未來社會嘅希望。我哋一齊守護香港，展望未來，令香港明天更美好。